讲到这几天本土疫情压起来，政府也宣布讲，国内酒吧、KTV、三温暖等等的娱乐场所都要暂停营业。那阵暂停营业，对真侪人来讲，等于是失业。政府要安怎来协助因哋？咱做回来关心。本土疫情这阵啊，长咧拖，中央也宣布全台8大行业暂停营业，这种业人员一时间失去生活收入。除了无劳健保、申請袂到技能救助金以外，这站有的公家机关也拢實施異地辦公，要如何即時申請補助也是大問題。只講長放假，迄公司拢已經異地辦公啊，啊，你這人要去對申請這個紓困，啊，紓困會當及時予伊無？啊，若伊無法度隨時摕到這個紓困金的時陣，技能救助金的時陣，啊，我想我無法度，我規日佫繼續來從事我的行業。安尼顛倒就是有可能行業有可能變做一個破口。針對8大行業的紓困政策，記者佇這個進前無得到行政院的回應。這陣要如何幫助失去經濟來源的工作者，到職業工會整理相關的資訊，提供給需要的人參考。希望大家在有保障自己的狀況下，可以先趕快加入工會。那即使不是我們工會的會員的話，我們其實也有提供一些所謂民生物資上的需求，或者是你真的需要即刻救援的話，也可以 touch 我們的工會，我們也可以提供一些簡單的幫忙這樣。北市產業總工會也表示，會當理解政府第一時間必須先處理防疫醫護相關的問題，但基層人民的紓困甲補助嘛愛趕緊有政策，或者從業人員會當安心通報體檢，免為着生活冒險做生理。記者袁淑晴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